我也是公益的吼，但是真有意思。互咱知道了后，感恩了后，咱才知讲我知咱是上幸福的。赞助的这个国家内底吼，真正你看这超市啊，伊嘛都做到足健康的吼，咱做咱的老啊，就是感觉无健康。我这个囡仔拢都无会晓心的，啊，小姨注意看哦，不要多心，对不对？上路哦，在咱各位浅显的看这影片了后，咱改设一个主课，我们都是幸福的一起，只要咱有健康的身体。今仔日刚才也刚说明哦，现在爷爷奶奶，我很幸福，因为有你。好，那么咱看这影片了后。那在这些主课，我们都是幸福的一群啊！因为有你，我们会更幸福；因为你的付出，我们会更幸福。其实你成为这个情况，一定要幸福付出。关于如何去付出，咱蔡上面教授跟我讲，你薪水抢出来就得付出啥？像咱古我讲，好像人家古我讲，有一个谢志尚先生。
哦，迄个蒋义雄先生，伊是刚才搁在市场咧上班，伊时常甲搁在市场人卖咧，迄阵咧较歹的一个卖的，来互建筑得着。那么伊逐个月爱先互咱们报是100块，咱拢摕叫咱主持啊，我逐个月开伊的爱心会100块的幸福互伊。那么我就来问啊，讲哦，你遐困难有啥物逐个月拢会报是？伊讲哦，迄王水龙山拄甲我讲。哦，叫我来给我自己人的参加报销税，给我钱钱，真的，你缺少什么你就不是什么，你就会讲迄个物件，我参加个报销税，哦，啊个报销税了，你会当好幸福，你像以前先生咱人话的人，你就知影，伊逐工讲伊拢不快乐，哦，都幸福的，所以咱来做着，啊你搁在市场，做成袂了，伊咱讲迄水果较歹，毋知是安怎还是会有买的啦。啊，摕咱爱心运动，啊，就浅浅的切切的，咱开班就多啦，只有了有啊，只有所谓这个大家是用见的了，哦，所以伫遮我发甲咱个人做个结论，互咱的大家来默想，讲我是一个幸福的化身，各位谢谢，这叫神想观。只要你若敢想讲我是一个幸福的化身，爱做做幸福，哦，啊，若想我一对讲自爱的父母甲公婆，哦，这是咱做奋斗做幸福的人的体会。啊，有一个爱我的丈夫啊，还是妻子，可爱健康的儿女，关注，我嘛足感恩。那么，其实幸福是互感恩的人。比较嘛是，哦，快乐嘛是互比较的啦。那么伫遮呢，各位谢谢，咱今日到学校开始了这将近2点钟的时间。虽然学校还蛮讲，各位现在咱认真甲体会。不过呢，这是商业角色，有适合着这资料无，咱拢家己做一个思考了后，咱要如何伫这人生过程内底找着幸福的锁匙，哦，找着幸福的锁匙。这个锁匙是爱咱家己去找的，毋是父母法度互咱，毋是咱的健康师傅法度互咱。那么咱今日到场，白羊说到是，咱今日要安怎才了解生死轮回？这个真正的幸福，嘛是爱靠咱家己的付出，咱的成功了完的过程内底，上天甲咱做一个上好的安排。我们讲花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；你若精彩，天自安排。我们今日要上水上船高，一定要条件好。条件，就这种，咱社会上世间观咱莫讲啦吼，咱今日要真正这个是世间观，咱回天的无大条件，你的5大条件，你的条件一定要好，一定要足够，一定要饱满。哦，第一个显观显辉好，还有心量，还有什么啊？有没有这个都袂记啊？然后各位是外面。各位前面的条件，你若有关照、有判断，那么你条件好，水上自然船高，绝对可以丰年国满，回到以前。这也就是咱今日要找着幸福人生一所及，要如何去用心，要如何去努力的一个目标甲方向。那么以上，我感谢陈书记，真正做好玩的有。充满着咱水节内底所在，还是主要的所在，盼望咱水节内底咱甲学校得到的建立甲包含，那么再来甲学校做些基建甲补充。感谢天师的，感谢各位长辈，谢谢。在分享生词别田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那歌道主持谢谢大家。